日前胡杏兒突然之間喺微博上咗一張 sweet 到爆嘅男仔相，兼且留言話我找到了，瞬間令到網民為之緊張，一邊祝福杏兒，一邊又喺度查下究竟相中男係邊一位。曾經有人估過應該係李思捷，結果神通廣大嘅網友就發現兩個人仲有同埋胡定欣等等一班 friend 之前真係一齊去過韓國，後尾仲俾人影咗一大堆相，仲有機場嘅翹手相添啊！事後定欣出席活動嗰陣更加笑笑口話唔拆穿佢嚟回應，即刻令到呢一段疑似戀情更加似層層，擾攘咗成日之後，事件嘅主角終於都開腔回應。杏兒喺微博度就寫咗句對不起，你已被整蠱了，再附上一張思捷整蠱做怪嘅男女相。哇，你哋真係玩得幾大噶噃！唔少網友突然之間就扮心水清位，一早知，亦都有啲話嚇鬼死佢，仲有啲話好好玩咩？真係無聊啊！而我就覺得幾過癮啦，而且杏兒似乎俾思捷中意玩人嘅性格感染到，自己都中意玩埋一份啊！